继续来看房贷办款强要紧绷，即卖有不少银行实施限贷令，全面起利率。有专家认为讲，这会降低中央银行成息的冲击，卖互民众买换厝的意愿降低，改买预售厝，也若税厝的税金嘛会愈来愈贵。 无论是公股还是民营银行，最近传出因为新青安政策上路，各间银行贷款的件数创下新高。不少银行提出限贷令，也好不少房贷新户对峙紧张。可能1、2年后，大量的交屋潮开始的时候，贷款的成数增加的话，可能过超贷了。这个情况之下，大家缴不出来，就会造成一些崩盘的问题。如果你投资型，你买很多间的话，贷款成数 可能没有掌控好的话，它利率变高，对你影响就会很大。我们现在正在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说所谓市场上有这个限贷，那我们也同时要了解是不是市场上真的有这样限贷的问题。有专家认为，最近银行家己提出限贷令，也甲国银房贷利率已经普遍升悬到2.35%至3%，显示房贷利率无停止升悬。按国民众申请贷款也是真踊跃，这显示买厝的人上看什么也是是不是会当得到贷款，利率的关键是第二。准讲下半年用银行相关利息，交房屋贷款的压力变大，按过嘛未下减民众买厝的意愿。按过会使你换厝的人面临旧厝的利率低、新厝利率悬的状况，致使中古厝的供给量减少，换去预售厝的市场。若租厝的人恐惊嘛因为限贷令，互人影响到。很多这个投资自产者呢，可能会把增加的利息成本转嫁到租金上。当然，这个最终的后果就是租屋主呢会承受很高昂的租金，他们可能是最受伤最惨烈的一批人。专家认为，伫预售厝禁止转卖措施变动前，预售厝也是有应建构，起价幅度可能会继续升悬。除非咱的经济向出现败市，唔再出现继续个修正。记者综合报道。